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乜乜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非常震撼，甚至可以話係打破咗好多人三觀嘅神書。呢本書叫《女人的性愛動機 Why Women Have Sex》，由兩位世界頂尖嘅性學權威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嘅臨床心理學教授辛蒂梅斯頓 （Cindy M. Maston） 同埋進化心理學奠基人之一，戴維 M. 巴斯 （David M. Buss） 合著。你可能會問，搞嘢唔係因為中意，就係因為生理反應贏啦，仲有咩好講呢？但係呢兩位教授用咗5年時間，調查咗超過3000名女性，最後整理出成237個性愛動機，當中嘅理由真係千奇百怪。有啲話因為無聊，有啲話想接近上帝，有啲想減肥，甚至有啲想傳染性病俾個衰男人嚟報復。今日我哋就用第三身嘅視角，全面揭開女人心底最深處嘅秘密。第一部分，點解佢會被你吸引？我哋成日聽人講，男人係視覺動物，但事實上，女人好色起上嚟，其實比男人更加有深層嘅智慧。你以為女人揀男人係睇感覺，其實佢哋嘅身體係有一套精密嘅雷達系統。首先講下味道，大家冇試過聞到某個人身上嘅汗味會覺得好正，但另一個人嘅汗味就令你想嘔。布朗大學嘅研究發現，女性揀對象嘅時候，嗅覺嘅重要性竟然高過相貌。點解會咁？科學家發現，女性喺排卵期嗰陣嗅覺最靈敏，佢哋可以透過聞男人嘅汗味去判斷對方嘅免疫系統基因 MHC 同自己係咪互補。如果兩個基因太接近，生出嚟嘅 BB 免疫力會差，甚至會有先天缺陷。所以女人中意你陣男人味，其實係佢嘅基因幫佢揀緊一個強壯嘅後代。除咗聞，仲要睇點解韓劇啲男主角多數都係高大、膊頭闊、腰細嘅倒三角身材。研究發現，女性潛意識裏面迷戀呢種身材，係因為呢種比例代表住高水平嘅睾丸激素同埋良好嘅保護能力。咁係咪一定要大隻佬先得？唔係，有啲女性反而中意嗰種神秘、唔笑、好 man 嘅神情，因為咁樣會令佢哋覺得個男人好靠譜、好有駕馭感。咁樣講係咪即係靚仔大晒？其實又未必。書入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雙重策略，當女性想向一個長久生活嘅好爸爸時，佢哋會傾向揀一啲個樣睇落老實溫柔嘅男人。但如果佢哋處於受孕期，心入面嗰種想養優良基因嘅本能就會發作。嗰陣時佢哋會覺得嗰啲充滿雄性荷爾蒙，甚至帶點邪氣嘅男人特別性感。呢個就係點解有啲女人會紅杏出牆係情人，但係屋企仲係守住個老實老公嘅進化論解釋。第二部分，性愛嘅極致體驗。講完吸引力，我哋入房講下床上面嘅事。你知唔知其實好多女性一生中未必喺男人身上體驗過真正嘅高潮？大家有冇聽過 G 點？呢個名係為咗紀念德國醫生恩斯特·葛芬伯格 （Ernst Grafenberg）。書入面講，雖然每個人嘅身體結構都唔同，但係對於追求極致快感嘅女性嚟講，到呢個神秘嘅區域就好似攞到天堂嘅鎖匙咁。有位受訪女性甚至坦言，佢雖然結咗婚，好愛老公，但心入面永遠忘記唔到以前一個好了解佢 G 點嘅情人。但係點解女人搞嘢會覺得銷魂？唔單止係生理上嘅摩擦，更多係腦入面嘅化學反應。當女性達到高潮嗰陣，身體會分泌大量嘅催產素 oxytocin， 呢種嘢又叫做擁抱荷爾蒙或者愛嘅荷爾蒙。呢種化學物質會令女性對身邊嗰個人產生強烈嘅信任感同埋依賴感。咁到底女人係為愛而性，定係為性而愛？呢兩位作者話呢個係一個老掉牙嘅誤解。事實上，唔少女性都會單純為咗生理快感而發生關係。佢哋會追求嗰種好似電流湧過全身、眼前飛過彩虹嘅巔峰體驗，所以男人唔好以為女人搞嘢一定係想同你一生一世，有時佢哋都只係想惡樂子。第三部分，愛情、毒藥同埋大腦嘅遊戲。既然講到愛，咁到底愛喺性愛入面扮演緊咩角色？心理學家羅伯特斯坦伯格 （Robert Sternberg）
提出過一個愛情三角理論，話完美嘅愛情要有親密、激情同承諾。但係科學家喺掃描熱戀中嘅人嘅大腦嗰陣發現，熱戀嘅感覺其實好似精神錯亂，大腦入面主管快樂嘅區域會爆發，但係主管邏輯同理性嘅區域就會被抑制。呢個就係點解人一拍拖就變咗盲目，甚至會做出好多唔理性嘅決定。書入面有個例子，有個16歲嘅女仔為咗想個男仔死心塌地跟住佢，竟然覺得性可以換嚟持久嘅愛，結果最後發現自己係幾咁幼稚。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接吻，你以為錫錫只係前戲？錯啦，接吻係女性嘅試金石。研究發現，好多女性會因為一個失敗嘅吻而即刻對個男人失去晒所有興趣，因為透過接吻，女性嘅嗅覺同味覺會喺極近距離判斷對方嘅健康狀況同基因匹配度。如果錫落去唔對路，佢嘅身體就會話俾佢聽，呢個男人唔啱你。第四部分，求偶場上嘅戰爭與心機。你以為爭男人係男人之間打交，其實女人之間嘅競爭激烈程度完全唔輸蝕，只係佢哋用嘅手段更加隱晦。我哋睇嗰啲相親真人 show，好似單身漢咁，20幾個女仔爭一個男人，背後嗰種詆毀、炫耀同埋心機，其實喺現實生活周圍都係。女人會點樣爭？最常見嘅手段就係增加自己嘅性魅力，同埋詆毀情敵嘅明星。書入面講，女性喺排卵期嗰陣會不自覺地注得更加性感，更加暴露，甚至會買更多化妝品。佢哋會喺背後話情敵係蕩婦爛貨，目的就係要縮細情敵嘅擇偶範圍，等男人覺得嗰個女仔唔正經，唔適合做長久對象。甚至有一種手段叫竊偶 （mate poaching），即係我哋俗稱嘅撬牆腳。研究發現，有成53%嘅美國女性曾經試過搶人哋嘅伴侶。點解要搶？因為人哋驗過貨嘅嘢係好啲。如果一個男人已經有女朋友，證明佢有生存資源，亦都有能力照顧女人，呢種二手貨喺求偶市場上面反而好受歡迎。有位受訪女性就講過，佢特登喺好朋友不在家嗰陣去勾引人哋男朋友，成功搞嘢之後覺得自己好有成就感，因為咁樣證明咗佢比佢朋友更加有魅力。第五部分，制度、復仇同埋派帽嘅真相。講到憎就一定會講到自盜，好多人覺得自盜係性格缺陷，但進化心理學家話自盜係一種保護機制。如果你的另一半開始對人哋發姣，你嘅自盜心就會響起警報，令你採取行動去守住呢段關係。但係如果守唔住呢，復仇就嚟啦。好多女性會因為伴侶出軌而選擇以牙還牙，即係反對方嘅好兄弟或者其他人搞嘢，等個男人感受下嗰種痛。書入面有個受訪者，佢丈夫同佢最好嘅朋友偷食，佢轉頭就同嗰個朋友個老公秘密約會咗3個月。佢話：我一點也不感到愧疚。仲有一種動機好奇怪，就係特登令對方食醋。有啲女性明明好愛個男人，但偏偏要喺佢面前同其他男人調情或者提起前度。點解？因為佢哋想測試對方仲在唔在乎自己，或者想提升自己喺對方心目中嘅價值。不過呢招好危險，分分鐘會玩出火，令段關係玩完。第六部分，當性愛變成一種義務，呢個部分可能比較沉重。大家有冇試過？明明唔想搞嘢，但因為男朋友或者老公想要，最後都勉強答應咗。呢本書揭露咗一個好現實嘅情況，喺長久嘅親密關係入面，男女嘅性慾往往係唔同步嘅。研究發現，高達84%嘅已婚女性曾經喺唔想嘅情況下服從對方嘅要求。動機通常有3種：維持戀情、責任感，或者係出於善意嘅同情。有位太太話，佢老公如果冇得搞嘢，就會變得很暴躁冷漠，所以為咗家和萬事興，佢只好勉為其難。亦有啲女性係因為受過傳統教育或者宗教影響，覺得滿足老公係做老婆嘅責任。更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同情性愛，有啲女仔會因為個男仔係處男，覺得佢好可憐，所以俾次機會佢，或者覺得個男仔啱啱失戀好慘，想用身體去安慰佢。雖然呢啲動機聽落好偉大，但科學家提醒，如果長期勉強自己做非自願性愛，其實會對女性嘅心理造成好大嘅損害。
第七部分，好奇心、獵奇同埋性解放。當然，世界唔係咁灰啊。現代女性對於性嘅態度越嚟越開放，好奇心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動機。有啲女仔搞嘢係為咗過關測試，佢哋覺得既然要一齊，就要先睇下對方喺床上面得唔得，如果唔夾就唔好浪費時間。亦有啲人會對異國風情或者陰莖大細感到好奇。書入面有個好爆嘅故事，有個女仔識咗個男人，個男人成日話自己嗰度超大到無女人受得到，結果個女仔因為好奇心走去挑戰，最後發現真係太大到根本動彈不得，變成咗佢最糟糕嘅體驗。仲有一樣嘢叫庫利奇效應 （Coolidge Effect），即係人，特別係男人，對同一個伴侶好容易產生厭倦感。見到新嘅對象就會重新燃起鬥志，但係現代女性都開始追求新奇刺激，佢哋會嘗試三人性交、threesome、換妻俱樂部，甚至係多角戀，目的就係想喺平淡嘅生活入面反嗰種久違嘅激情。第八部分，性愛與權力、財富嘅交易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一定要面對一個好爭議性嘅話題：愛情買賣。點解男人願意為女人花錢？點解女人會用身體去換取加薪、升職或者一個名牌袋？科學家從進化論解釋，因為女性要懷胎10月，佢哋嘅生殖資源比男性珍貴好多，所以喺性交易入面，女性天然處於主導地位。書入面提到一個女大學生，佢想去亞馬遜叢林旅行，但無導遊。最後佢誘惑咗一個當地服務生，用2星期嘅性愛換取咗一場永生難忘嘅冒險。仲有啲所謂嘅糖爸爸啊 （Sugar Daddy） 同糖寶貝 （Sugar Baby） 嘅關係，其實都係一種資源交換。雖然好多人覺得咁樣好骯髒，但對於有啲女性嚟講，呢個係提升生活質素嘅捷徑，甚至喺婚姻入面都有好多隱晦嘅交易。例如老婆會因為老公升職加薪而更加主動，或者因為老公幫手做家務而用性愛作為獎勵。呢種性經濟學其實一直喺我哋身邊運作緊。第9部分，提升自尊嘅工具，搞嘢仲可以提升自信。冇錯喎，好多女性喺覺得自己唔夠靚、冇人要嘅時候，如果有一個優秀嘅男人想同佢上床，佢會覺得自己嘅價值瞬間提升咗。有位受訪者話，佢以前係一個好自卑嘅女仔，當佢發現大學入面個個女仔都想追求嘅男神，竟然揀咗佢嗰陣，佢突然覺得自己變得強大咗好多。甚至有啲女性會喺失戀之後，透過同其他人搞嘢嚟療傷，證明自己依然有魅力。去忘記嗰個拋棄佢嘅衰男人。不過書入面亦都提過一個好有趣嘅心理，點解女人會中意被征服嘅幻想？唔好以為呢啲女性好懦弱喎。研究發現，通常係嗰啲喺職場上好強悍、好獨立嘅女性，反而更加中意喺床上面交出控制權，享受嗰種被人瘋狂迷戀，甚至係被武力制服嘅快感，因為咁樣可以令佢哋喺沉重嘅責任中得到短暫嘅解放。第10部分。性愛嘅陰暗面與傷害。好遺憾，性愛唔係永遠都係美好嘅。書入面有一章專門講愛的陰暗面，包括欺騙、強迫同埋強姦。男人為咗騙女人上床，最常用嘅招數就係假裝愛你。佢哋會隱瞞自己有女朋友，或者誇大自己嘅事業心，甚至係假裝好善良體貼。好多女仔會因為聽咗嗰句我愛你而失身。最後發現只係一場空。更黑暗嘅係性暴力。書入面有好多令人心碎嘅故事，有女仔14歲嗰陣被男同學強暴，亦有女性喺婚姻入面長期忍受丈夫嘅性虐待。呢啲創傷會導致長遠嘅心理問題，例如 PTSD 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，令受害者日後好難再享受正常嘅性生活。但係科學家都發現，女性係有一套防範機制嘅，例如佢哋會對陌生男人保持高度警覺，或者結交強壯有地位嘅男性朋友嚟保護自己，甚至連女性嘅恐懼幻想，其實都可能係一種大腦嘅演練，幫佢哋喺現實入面避開危險。第11部分，性愛其實係一劑靈藥。最後我哋講啲開心啲嘅，你以為今晚唔得我頭痛係最好嘅推搪藉口。其實性愛反而係治療頭痛嘅靈丹妙藥。科學證明，
高潮嗰陣，大腦會分泌內啡肽，呢種物質有強烈嘅鎮痛作用，甚至比止痛藥仲有效。唔單止係頭痛，性愛仲可以緩解痛經、改善睡眠，甚至增強免疫力。研究發現，一個星期有1至2次性生活嘅人，體內嘅免疫球蛋白 A 含量最高，最唔容易感冒。甚至有研究大膽提出，精液入面含有多種調節情緒嘅荷爾蒙，不使用避孕套嘅女性喺安全同知情嘅前提下，往往比較少患上抑鬱症。所以性愛對於女性嚟講，除咗繁衍同快樂，仲係一種維持身心健康嘅重要活動。結語：迷一樣嘅女人。睇完呢本書，我哋會發現女性嘅性愛動機真係好似海底針咁，深不可測。佢可以好神聖，又可以好俗氣，可以好慷慨，又可以好自私。但係透過辛迪同戴維呢兩位教授嘅研究，我哋終於明白，女人嘅每一個決定背後，其實都有住千萬年進化留低嘅智慧，亦都有住複雜嘅生理同心理需求。無論你係想更了解自己嘅女性，定係想更了解另一半嘅男性，呢本書都絕對係一本必讀嘅人性指南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你又覺得邊一個動機最令你意外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